圣女啊，收了神通吧，老夫一滴都没有了。想我天剑宗最年轻的圣女，若不是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，怎会找这资质奇差无比的百岁老汉传功解毒？不管了，老伯，我毒性很大，你忍一下。你就看在我已经为你传功整整3天3夜的份上，给老夫多留几天活头吧。这是几瓶上品灵丹，给你补身子用。还有，要是你真有什么不测，本圣女事后定会给你报仇。给我留一滴吧！老头儿，你给我回来！豆豆，快死了，还被人这么折腾！老天爷，我不服！检测到宿主十分不服，因果翻转系统已开启。系统，100年了，系统你终于来了吗？系统，快说，你这因果颠转系统有什么用？所有作用在宿主身上的因果都会反转，请宿主充分利用，增强自身。因果反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算了，都快死了，要你有何用？还是来点痛快的吧。红红绿绿，浅浅蓝蓝，稀稀晦晦，穷穷东东，美美家家，我来陪你们了。因果翻转已启动，受到药力伤害，灵气加30，体魄加40，气血加23。坏的是好的，中毒能变强，难道说我不死啦？我要变强！受到大量药料伤害，灵气积累已达上限，正在突破。灵气突破，恭喜宿主修为突破筑基境。我筑基了，终于不是废物了！我要享受，我要报仇！检测到宿主元阳被泄，剩余寿元3日。啊？就剩3天，我才刚筑基啊！你让我爽2天不好吗？再爽2天，寿元只剩1日。宿主心挺大，牛逼！不是，我就剩3天好活了，你好歹提醒提醒我，我该怎么做啊？啥也让人教，怪不得你是废物。睡了，晚安。喂，你骂谁呢？快说啊，咋办嘛？求求你了！唉，如今我已突破筑基境，陈家18口人，除了老大是筑基4重，老3和老4是筑基2重，其他人都不是我对手。刚好他们都不在家族，正好去收点利息，补充寿元。陈家，你们这些年欠我的，都得给我连本带利的还回来！如今陈家示威，就想着把孙女送到内门弟子手里做通房丫头，找个靠山。陈家主算盘打得响啊！孙主是火眼金睛，瞒不过您。要不是我们陈家出了个资质奇差的废物，被他拖累，怎会到如此田地？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他这些年攒的修行资源都被家族压榨干净了，这才修为停滞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怎么可能呢？这都是他往自己脸上贴金胡说的。孙主事不要当真。哦，对了，若是能把我孙女嫁入内门，那废物也可以过去做奴仆，当牛做马。卖我当奴仆？问过我没有啊？没死正好，还不滚过来！见过孙主事。你胆子大了，得到了储物袋这等宝物，竟不上交家族，不知道门口的老黄还没有储物袋吗？
陈进，你敢耍我？耍你？主事，您怎么了？哼，是他妈干你呀！打！你干什么？不知道门口的老黄还没储物袋吗？你人品比老黄差远了，要储物袋有毛用？赶紧交出来！占着茅坑不拉屎！我是家主，是你族叔。你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突破了筑基境，你也不敢对我动手。小黄啊，这储物袋太贵重，你把握不住，哥先替你收着，等你长大了，哥再还给你。狗的东西你都抢，你无耻！抢的就是狗的东西，无耻！我能无耻过你？能无耻过你陈家上下18口？这还是那个唯唯诺诺，谁也不敢得罪的废物吗？怎么会突然突破筑基境，连人都变这么狠？陈继，你当着本主事的面殴打族叔，抢夺财物，真当本主事不存在吗？我要把你关进玄煞崖整整1个时辰，让你受万箭穿心、神魂消磨之苦，以示惩戒。玄煞崖？您说的是那个就算是内门弟子进入，不死也得脱层皮的宗民禁地玄煞崖？不错，怕了吧？果然是彼之砒霜，我之蜜糖。别人怕玄煞崖，可我有系统在手，这可是大补啊！有点怕。那主事，您说我要是再来一下呢？放肆！屡教不改，再加半个时辰。1个时辰，2个时辰，3个时辰，5个时辰。本主是要关你整整3天3夜，让你生死道消，万劫不复。成交。陈进，前面就是玄煞崖，有什么遗言，你趁早交代。多谢孙主事给弟子这么好的机会，弟子一定好好把握，用心修炼，不负主事，不负宗门。快把他丢进玄煞崖，让他死，让他死！这老头修为不怎么样，心态倒挺好。3天3夜，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，心态好。咱俩一会儿看看，在这玄煞崖里，他心态还好不好？好啊，这才是我修行的风水宝地呀！阿童啊，起床了，操练起来！受到冰冻伤害，灵气加30；受到火焰伤害，灵气加30；受到罡风伤害，灵气加30；体魄加40；受到雷击伤害，灵气加30；体魄加40；气血加23。天气不错。不对，怎么光增加修为，不增加寿元？宿主寿元与元阳背信有关，与修为无关，所以只增加修为，不增加寿元。你怎么不说啊？你未询问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就剩3天好活了，还得在这儿关3天3夜，你让我上哪儿找女修双修啊？宿主有祖传手艺活可尝试。祖传的手艺活？他在玄煞崖这么凶险的地方，他不找地方躲着，竟然还有心思。我说他心态好，你信了吧？师姐，这也太少儿不宜了，师兄还做了饭等咱们呢，咱们回去吧。哎，饭什么时候都能吃，你什么时候见过百岁老人这样？童啊，咋样了？加多少寿元啊？检测到元阳泄出，肾脏强度加2，寿元加0.1时辰。0.1时辰？我这折腾半天算什么？
看来还是得找女修双修才行。找谁呢？有了，圣女，你等着我啊！圣女，你可千万别毒发身亡了啊！筑基境2重，3天前的我现在能打10个。剩余寿元1个时辰。不早说！禁闭时谢语道：“寿为重要，命更重要。圣女，等我呀！”在玄煞崖关了3天，还这么龙精虎猛，何止啊，还有10好几次手艺活呢。老当益壮啊！圣女，圣女！圣女正在养伤，闲杂人等不许靠近。看，飞碟！上次跟那老伯双修后，毒性果然消除了不少，可还是难以根除。难道说……圣女，圣女！谁？圣女，是我啊，你老伯。老伯，你还活着，而且感觉也年轻了好多。没时间解释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啊？开始什么？给你解毒啊！你不知道，自从你走了，我日思夜想，痛定思痛。你的毒还没解干净，我怎么能撒手不管呢？那我陈介还是人吗？我还有人性吗？可是你的身体更需要……没关系，我这把老骨头能奉献给圣女，那是我的荣幸，是整个陈家的荣幸。老伯，太让我感动了！宿主寿元还剩1炷香时间。圣女，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怜惜我，来吧！老伯，快收了神通吧！你毒性很大，你忍一下。我体内的毒性真的全都消除了，这老伯真是我的恩人。老伯，你的头发和胡子怎么都变黑了？恭喜宿主成功卸掉大量元阳，寿元加15日。我靠，还能重返青春！我口啊，你就是我爹呀！看看这丹凤眼，这虾河蟹，怪不得资质这么差，原来是花瓶来着。老伯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是……哦对，我这是用尽全身功力吸走了你身上的毒。你看，我这头发和胡子都被这毒素染黑了。老伯，你怎么这么伟大？不行，我得救你！不要！为什么？你救了我，我也要救你啊！你想啊，圣女，以你的修为，这些药连解不了你的毒。我一个垂死的废人用这灵丹妙药，岂不更是浪费？啊，也有道理。可是你救了我，我一定要报答你。你要报答我，不如给我一些毒丹，说不定我以毒攻毒，毒性就解了呢。还有这说法？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怜惜我，把你的毒丹都砸向我吧。可是我行事磊落，从不会用毒丹什么的。这里面有1000灵石，老伯若是要买毒丹，不如去坊市上看看。1000灵石，我累死累活1整年，也就挣10几块灵石。不愧是圣女，真是财大气粗。我打了陈老登的脸，陈家一定会找我麻烦。筑基境2重远远不够用，还得多买毒丹，增强实力。好，那老朽就前去坊市一探，若是还活着，过几日就再来给圣女解毒。其实没毒，你也可以来的。爹，听说陈家那废物没死，还回来把你打伤了，你有没有事？我有没有事？你看不出来吗？爹，是陈介那个废物把您打的，他都老成那样了，还能动手？他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突破到筑基境了。我一时不察，被他暗算。不过没事，他已经被孙主果关到玄煞崖，这会儿估计已经被磨成灰了。
那就好，省得我亲手去杀这个废物。不过，若是能给他接个宗门任务再报失踪，还能领一笔抚恤金，也算是废物利用。现在可惜了。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三爷，陈建那个废物从玄沙崖出来了。什么？他没死？不光没死，还有人看到他去坊市上买了大量的毒丹。1010就买了这么点毒丹，全吃下去也没能让我晋升到筑基境3重。陈家两兄妹都是筑基2重境，我若不能及时突破，1对2不可能是对6。王长老找人试药啦！想要赚灵气的快来啊！谁要钱不要命啊？王长老的丹药也敢随便吃？要么是老爹死了没钱埋，要么是儿子娶媳妇给不起彩礼，不然谁去挣这买命钱？王长老，这不是宗门里以炼药成功率奇低著称的奇葩长老吗？只要出手，灵丹也炼成毒丹。有了，我报名。他买那么多毒丹干什么？不想活了？不是，我知道了，他大难不死，还突破到了筑基境，更是在玄沙崖内3天3夜不死，一定是有大机缘，所以才咸鱼翻身。翻身后第一件事就是回来找家族报仇。那你说他买毒丹能干什么？他想对咱们下死手。没错，所以一定要趁他根基还不稳的时候把他彻底除掉，一来可以永绝后患，二来他身上的机缘。若是拿到机缘，那我和三哥你也都有可能晋升内门，这样算上大哥，陈家就有3名内门弟子了。好啊！快去找到那个孽畜，杀人夺机缘！为本长老试药，乃是天大的机缘，到现在也无人报名，这些外门弟子怎如此不知珍惜？上次试完药，7个弟子死了6个，剩下1个还是药不够，吃的。再敢多嘴，你来试！王长老，弟子愿舍身试药。还真有不怕死的，这得缺钱缺成啥度啊！这不是那个外门第一老汉陈家的废物陈介吗？这是想通了，以身试药，给陈家留最后一笔抚恤金吧。看来外门还是有用眼独立，能够抓住机缘的妙人啊！来，你把这些丹药都试了，要什么报酬，本长老都给你。师兄有什么遗言，也可以趁早交代。为长老试药乃是莫大机缘，更是为宗门做贡献，弟子怎会贪图什么报酬？古远云：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只要能将这些丹药送与弟子，让弟子细细品味，为长老查明药性，就算是弟子这把残躯为宗门做的最后一点贡献了。师兄，大意啊！外门有你这等信性的弟子，实乃我天剑宗一大幸事啊！本长老准了，这些丹药无论时好时坏，都送你。毒酒入体，灵气加80，体魄加47，悟性加40。好毒酒，太对味儿啦！此酒如何？此酒有损灵气和体魄，对悟性也有不小损伤。大量毒酒入体，灵气加700，体魄加485，悟性加333。那你还喝那么多？不多喝点才能为长老看明药性。你师兄，好人啊！长老，这些丹药，弟子也一起试了。试，都给你试。此子当真令人感动。日后你若有难，本长老绝不含糊。真
难吃啊，就不能加点蜂蜜什么的吗？再次中毒，灵气加510，体魄加330。果然是良药苦口。此丹除了灵气和体魄外，还极度损伤神识。再来。你还好吗？弟子快不行了，还请长老赐一味丹药。你要什么？尽管开口。健胃消食片。快！赐丹！饱腹感加20，消化能力-30。师兄，可有效果？快再多吃些。你心领了，东西拿回去。陈进，以今日誓要为宗门立下大功，本长老定会提醒宗门为你记上一功。走。陈公子真是大义呀！是啊，陈公子真是大义呀！恭喜宿主晋升为吃播境3重，不，筑基境3重。筑基境3重，这样一来，至少可以打5个筑基境2重的修士。陈进，把你身上的机缘交出来，我饶你不死。原来是我好三弟和好四妹呀！本来还想去找你们，自己倒送上门来了。怎么这么着急上路？上什么路？黄泉路。找死！哼！好，筑基境3重，你什么时候突破到筑基境3重的？刚才，你不是在买毒丹准备暗算我们吗？哪里有时间修炼？老子可是主角，谁跟你一样还得苦哈哈修炼啊？3步一功法，5步一传承，随便溜达溜达就突破了。你果然有大机缘在身，废物！这样的机缘只能是我的。看，飞碟！抢老子词儿是吧？真是我的好弟弟好妹妹。我以为这么多年给陈家累死累活，好歹能得个善终，没想到你们是真一点情分都不念，还要对我赶尽杀绝。二哥，我和三哥知道错了，你就念在陈家养了你100年的份上，饶了我们吧。我靠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到底是陈家养我，还是我养陈家呀？给你们3个数，有什么遗言赶紧交代。虽然交代了，我也不听。3、2、1，就凭你个废物也想杀我？我们跟你拼了！跟我陈介拼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我劝你别杀我俩，大哥可是内门弟子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就是，有话好好说，老年人不要太气盛。哼，不气盛叫老年人吗？废话多，死！我的生涯一片无悔。我想起那天下午夕阳下的奔跑，那是我逝去的青春。词儿还挺多，死都死得这么戏精。收利息喽！这么多年的苦，算没白吃。合欢大法，这不是合欢宗的双修功法吗？陈氏这小子藏得挺深啊！哇，合欢宗的身份玉牌，这陈志竟然是合欢宗安插在无量剑宗的案子。哎，等等，合欢大法，圣女啊圣女，有了这个，下次再给你解毒就能换几个姿势了。不急，寿元还多。陈老大，上次孙主事在，没能要你的命，这次我看谁还能保你。爷爷，陈进那厮竟敢伤您，
这次三叔和姑姑过去，定能给您报仇，把他碎尸万段。若是还能拿到陈进身上的机缘，那陈家这次更能一飞冲天，今非昔比啊！哼，想不到这废物临死之前还能再给家族贡献一点价值，也算这些年的干饭他没白吃。哎呀，疼，轻点，你想弄死老夫啊？哎，是你三叔和姑姑回来了，赤儿、燕儿、陈燕那废物，能不能有点素质？在背后说我坏话，被我抓到了吧？陈燕，你还没死？赤儿呢？燕儿呢？他们呀，去给你们探路去了。什么路？黄泉路。你不是刚刚突破筑基境吗？怎么能杀得了筑基境2重的燕儿和赤儿？谁说我是刚突破筑基境？我是筑基境3重。3重境？怎么可能？完了，我们压榨他这么多年，这下完了。3重？这才几天，你怎么突破到3重的？吃饱了撑的。什么？听不懂人话是吧？吃饱了撑的。大黄，你能听懂不？看看，狗都比你们强，别废话了，把陈家这些年的积蓄都交出来，谁先交就先把谁送下去排队，早点排队，早点投个好胎。你，二叔，我把这些年攒的零食都给你，你饶了我。穷二叔，我是不是能？10年前你抢过我一本功法，还甩了我2巴掌，是不是？是。诚实，过来。下一位。恶魔，你是恶魔，快跑啊！2条腿的都跑不掉，你1条腿，跑哪儿去啊？我3条，还他妈挺有梗。交钱！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上次那个储物袋就是个天头，你的积蓄都让你缝裤兜里了。陈静啊，这上面可有你大哥的血脉印记，你要是夺走被他发现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他可是内门弟子，你想清楚。你以为他的内门弟子怎么来的？不是这100年来一直吸我血吸出来的。弄完你，下个就弄他，赶紧的！陈静，你以为你赢定了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合欢宗的奇毒5行合欢散，采用7期48种香料精心调配而成，重者浑身无力，功力散尽，1个时辰内不与人双修，便会爆体而亡。怎么样？现在是不是感觉头晕目眩，无法自拔呀？奇毒入体，功能加100，时长加200，体力加300。啥逼吧数学水平？7期都48了，是我中毒了还是你中毒了？看看，还是人家合欢宗做毒药做的用心。比王长老弄得好吃多了。等你轮回，记得给我引荐合欢宗啊！你中了毒，怎么会没事？我的生涯一片……还你了啊！陈进，等我出关，我必杀你！叫什么？下一个就是你！陈岩早就进入内门，如今正在冲击筑基境5重。若是不能在他出关之前实力超过他，我还是小命不保。不行，还得继续变强。大量收购毒丹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这不是
陈家那个百岁老汉怎么买这么多毒丹？数量不限啊！资质不行，估计惹了仇家防身呗。废物就是废物，有多少来多少，越毒越好啊！都滚开！钱管事，外门坊事的管理员，也是陈烟的姘头。这是来找茬来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许出现在外门访视。至于你们，也都不许跑。钱管事，咱俩没仇没冤，不至于这么针对我吧？问你，陈烟是不是你杀的？哎呦，小妹死了！哎呦，我的小妹哟，你怎么就走了？你少跟本管事装傻！我是没有证据，但我知道就是你干的。没证据还这么嚣张？哈哈，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筑基境3重。筑基境3重又怎样？3重之间亦有差距。顶死！哼，知道本管事的修为了吗？想弄死你，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弄死我？钱管事，门有门规，你确定要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说这样的虎狼之语吗？要命啦！方氏钱管事仗势欺人，光天化日之下要杀人了！你放开！本管事什么时候说要杀你了？别碰瓷！放开！知道错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本管事虽然杀不了你，但只要你在外门1天，你就休想有好日子过。我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那钱管事的意思是，只要我进了内门就没事了？内门？别以为有了点机缘晋升筑基境3重，就敢觊觎内门了。3重到4重的差距，可比凡人到3重的差距还大。那我还真就得晋升内门，到时候看谁烧到最后。这钱管事总归是个祸害，还是得先晋升筑基4重，进入内门，再好好收拾他。可是现在毒丹都不能买，去哪儿提升实力呢？陈师兄，陈师兄，陈师兄！哦，是周师弟。那次你帮忙施药，师傅回去之后果然总结出许多经验，炼出了好多灵丹。师傅说要重重谢你，这些丹药都是你的。这些丹药都是好的？当然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不光对修行效果拔雄，连味道都做了改进呢。师兄，你尝一个。好意心领了，下次一定。对了，周师弟，王长老最近就没炼出什么毒丹、毒酒，没了，全炼成了，成功率接近100%，就没有失败的。就上次那种喝了就能毒死人的，绝对没了。就算有，也都就地销毁，不能拿出来害人。造孽呀！好好的学渣不当，你当什么学霸呀？师兄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下可麻烦了，连王长老都炼不出毒丹了。丹药这条路看来是堵死了，还有什么路子？等等，功法！周师弟，师兄没几天好活了，这丹药给我纯属浪费，要不咱换个奖励？师兄的意思是，就比如功法一类的。有没有那种杀敌1000自损800，不，自损8000的功法？杀敌1000自损8000，师兄，你这是何意啊？浮云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师弟懂我。我这把老骨头就是想临死之前再为宗门做点贡献，万一能以身试法，补全功法中的缺陷，不也是造福后人，大功一件吗？师兄还是那么大意，你别说，还真有。在哪儿？快拿出来！这部七伤大法本是我无量剑宗绝学，可献祭自身修为，极大的强化肉身，是1等1的搏命秘法。只是当年遭逢大变，只留下了献祭修为的部分，后面加强自身的部分怎么都找不到了。不需要，有前面就够了。
师弟呀，你就等着师兄研究明白，给宗门燃尽最后一把火吧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师兄，回见啊，师弟，说不定下次见我，师兄就是一抔黄土了。勿念。这位陈师兄真是一位异人呐。哼！修行奇怪功法，体魄灵力加350，神识加310。谁把研究的功法？这把最标准的不一样。有没有体面一点的功法？突破虚境域，期48天，积攒元阳，方能冲开窍关，突破至筑基境4重。不是，你好歹是个系统，你数学水平怎么能跟陈老登一样呢？77那不49吗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宿主需尽快卸掉元阳，反哺自身。行，简单，不就是卸元阳吗？好说。圣女呀，老婆我又来给你解毒了。圣女，别不好意思啊，老婆我不收费。咋回事这是？难道毒死了？我这么卖力，不应该啊！这位老伯，先前圣女伤愈，修为大涨，即将突破，如今已经外出寻找突破机缘去了。啥？出门了？啥时候回来啊？少则半载，多则3年5载。啊，3年5载？那陈烨早出关了，我不得让他砍成臊子啊！哎呀！圣女出门前曾叮嘱，如果老伯再找过来，就把这东西给你。无事把江缠皓腕，为君池上蛰芙蓉。缠什么腕儿？缠腕儿。这个桶啊，干啥？那个，要是我用手一活的话，得多少次才能突破？归零，30加180加1100加2025等于多少？1335次。牛逼！你是真牛逼！你说你能不能给圣女倒个模，做个娃娃啥的，是不是能快点？呸！老色懒，骂谁呢？我这不也是为了早点突破吗？就不爱跟你们这些猥琐男玩。嘿，你这可坏了！圣女不在，我上哪儿卸那么多元阳去？哎，你就是宗门为本圣女准备的炉鼎。炉鼎？圣女不在，我上哪儿卸那么多元阳去？哎，你就是宗门为本圣女准备的炉鼎。炉鼎？你是朱雀峰的圣女林鸾雀？喂，圣女也不能拦路抢劫吧？你姓陈，那就是了，身份玉牌在此，你又修炼了合欢大法，身上更有5行合欢散的气息，你就是宗门给我准备的炉鼎。炉鼎？合欢大法？这不是陈氏那小子的？等等，你是合欢宗的案子？这么大惊小怪？哼，难道你不是？我……废话少说，本圣女即将突破法一境，急需炉鼎双修。哼，虽然看起来年轻时候也有点小帅，但如今年老体弱，也不知道你能被本圣女采补多久。准备好了吗，我的老炉鼎？本圣女可是要采走你的所有元阳哦！不是我说，你没吃饭啊？合欢宗圣女就这，实在不行吃点药呢。圣女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这合欢大法没学到位也，你上下面去，我教你。老伯，快收了神通吧！你突破事儿大，你忍一下。你竟然先突破了！这合欢宗的功法果然强横，不过是和圣女挨战一夜，竟然突破到了筑基期的第4重，比和石盾王长老的要角都好。怎么可能？本圣女天生媚体，欲望无穷，被采腐的炉鼎只有元阳泄尽，生死道消。你怎么会突破？你有问题！
圣女，这话可不能乱讲啊！其实有话就说，你哭什么？圣女以为老汉这副身躯到底是为何如此孱弱？为何？因为我修行的合欢大法是做了改进的，牺牲了自己的寿元，这才换来了一副抗造的身子，就是为了能让圣女多采妇几次。什么？你别看我表面是突破了，其实我的寿元又减了10年啊！你怎么不早说？我若早说，以圣女之大义大爱，还舍得采服老汉我吗？还怎么帮圣女经上修为？宗门的苦心孤诣，不就葬送在老汉手上了吗？亏我还觉得他有问题。林鸾雀啊，林鸾雀，你到底是不是人？无所谓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圣女，为了宗门大计，我愿意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没关系的，圣女，老汉这条命就是你的，你想什么时候采卜就什么时候采卜，千万不要怜惜我年老体弱，尽情的享用我，把玩我。那你进入内门的时候，一定要来朱雀峰找我。一言为定。你现在是筑基境4重，这块令牌你拿着，不用参加考核。有此令，外门弟子生杀予夺，皆在你一念之间。内门令牌，好东西！钱管事啊，钱管事，你就等着来自内门的降维打击吧。这不是那老汉吗？之前被钱管事教训一顿，怎么还敢来？嫌自己活太长了吗？钱管事已经带人过来了，这下惨喽！都滚开！陈金，你还敢来访师摆摊儿？是不是真觉得本管事不敢动你？你还真说对了，我要是你，就绝对不会招惹如今的老汉我。这可是你挑衅在先，本管事就是教训你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找死！挡住了！找死！挡住了！昨天这老汉不是还被钱管事打得屁滚尿流吗？怎么看这老汉身上的气息比昨天强了好多？不可能吧？你怎么回事？你竟然能挡住本管事一拳！不知道什么叫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吗？可是这才1日，你还较上真了？给我滚！你就算有点实力，我们一拥而上，你也不可能把我们全杀光！弄死他！不可能，你也只是筑基3重而已，只过了1天，怎么会这么强？谁跟你说老汉我是筑基3重了？我是灵气外放，宁远显异，这是筑基4重境啊！筑基4重，筑基4重，你是筑基4重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1天时间怎么可能晋升筑基4重境？我说你们这些反派，能不能换点新词儿啊？哎呦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要不说你是反派呢，词儿都不换，你不挨揍谁挨揍？筑基4重就有机会进入内门，内门弟子对外门那可是生杀必掠，无需上报宗门呢。老头儿，不是陈进，陈师兄，咱们好说好商量，有什么事儿是不能谈的呢？是啊，有什么事儿是不能谈的呢？对，都能谈，都能。但咱俩的仇没得谈。你的仇今天该清算了。陈岩，这不是陈家这一代领头人吗？也是陈进这老汉的大哥。听说早就突破筑基境4重，前些日子去闭关参加内门考核，这是通过了考核，出关了。哟，这不是我的好大哥吗？靠着吸我的血积攒的资源进了内门，这是学有所成，来找我显摆来了。陈进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陈家上下18口都死在你的手上。算上你18口，不算你的17口。你们陈家人怎么回事？
数学都这么差的吗？你别碍事儿啊！今儿没空跟你算账。滚！你可还不是内门弟子，就敢在外门杀人？可我不一样，我如今通过了内门考核，是货真价实的内门弟子。这下陈静完蛋了，就算都是筑基境4重，陈岩要杀他也是鼓掌之间啊！是啊，跟内门比起来，外门根本就不算人。现在我们应该称呼他一声陈师兄了。大舅哥，大舅哥救我！妍儿就是死在他手上，现在他还要杀我呀！大舅哥，陈岩是你的姘头，他呀，只是你表舅哥。少油嘴滑舌，今天你的命我要定了。是吗？那你尽可以试试。说。不是要杀我吗，大哥？动手呀！怎么不打了？看看，还把自己弄吐血了。我这做弟弟的可是真的会心疼的哦。你哪来的令牌？我在内门考核从没见过你。谁说进入内门就非得考核了？也就只有你这种穷人家的孩子才会苦哈哈的去考核。我呀，走了个提前拍。提前批？你也配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这令牌是假的。你是英雄好汉，你就别拿令牌挡着。我可不是什么英雄好汉，我是英雄老汉。你滚开啊！不然给你安个内门弟子互相殴斗的罪名，我看你担不担得起。大舅哥，是表舅哥。表舅哥，你可不能放着我不管啊！我不想死，不想死啊！都他妈是表舅哥，谁还给你出头？是你说，只要你在外门1天，就让我这辈子没好日子过。误会啊！往下看，看见什么了？我该看到什么呢？陈烟在地下等你呢。我的生涯一片无悔。我想起那天下午夕阳下，你还误会上了，死快点！我靠，这不是我的储物袋吗？竟然敢偷内门弟子的储物袋，死有余辜啊你！我的生涯一片无悔。我想起那天下午夕阳下，你还误会上了，死快点！我靠，这不是我的储物袋吗？竟然敢偷内门弟子的储物袋，死有余辜啊你！大家都看清楚了啊，这储物袋本来就是我的。是这老东西偷我内门弟子的东西，死了也是活该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大哥，你可都亲眼看见了吧？可不是我冤枉他哦。陈进，你这个小人，你别以为进了内门我就奈何不得你。等你真进内门，我定要把你挫骨扬灰，报仇雪恨。哟，大哥这是急眼了，来呀，现在就来呀！不过嘛，咱们还是内门见。你们都是即将进入内门修行的弟子，在选择修行的主峰之前，有些基础的课程，还是要提前教一下你们，帮助大家更快的入门。不知道这次负责教课的是谁？上一届听说是几个很有名望的长老，严厉的很呢，好多人在上课的时候都受了重伤。不会，这次我听说了，派来的是几座主峰的圣女，不光人温柔，还赏心悦目，让人脸红呢。圣女？该不会……是青鸾峰的圣女叶青鱼，号称内门3大美女之一啊！今日一见，真是仙人之姿，诚不牵我。也不知道这样的美人到底会插在什么样的牛粪上啊！陈进，圣女要讲课了，你咳嗽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吸引圣女的注意，想癞蛤蟆吃天鹅肉啊？就你这老迷日眼的样子，圣女要是能多看你一眼，我就……老伯，你晋升到筑基境4重了。托圣女的福，只盼能精修修为，再为圣女排忧解难。老伯，谢谢你。这老汉认识圣女？岂止是认识，简直就是很熟，好吧？何止是很熟啊！要不是实在差距太大，我都怀疑他俩有一腿了。看什么看？
我癞蛤蟆。我们开始讲课了。我今天讲的是剑诀心法的修行。别人修行功法积攒灵气，我修行功法反而是散灵气，修行个屁，还不如看会儿美女。凝神，聚气，汇于丹田。本门的入门剑诀心法我已经悉数传授，接下来就是要各位深入剑池淬体，捕捉剑意，在体内凝成剑核。捕捉剑鸣，凝成剑核。本门心法只有了剑核，才能发挥出最大功力啊！可是这剑池凶险无比，别说筑基境，就是法医境进去，也有被剑气击伤的风险啊！剑气击伤，那岂不是给我量身定做？圣女，我来。二弟，想出风头。像你这样年老体衰的废物，还是别想着进入剑池捕捉剑意了，小心被剑气一刮，就这几根黑头发也给你剃光了。说我老？别忘了，你是我哥！你油嘴滑舌，等我凝成剑核，第一个就斩你的狗头！圣女，弟子就先到剑池去了，圣女勿念。勿念。哎呀，小小剑池如何能奈何得了我？剑池外围也并非生死大凶，一起进入剑池。老伯，剑池凶险，小心。老伯，你放心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测，我就是违逆门规，也定会救你出来。好痛啊！仅仅是外围的剑气就如此猛烈，真不知道剑池中央的剑气到底是何等存在。剑池中央，除非是法医境，不然休想靠近一步。你们说的中央是这儿吗？老伯，你怎么能靠近剑池中央？那是要死人的！你就不会被剑气撕裂吗？我们在剑池外围都已经要坚持不住了。很疼吗？很舒服嘛，这剑气酥酥麻麻的，正好我后背有点痒呢。这儿也痒，这也痒，还有这儿。你们怎么了？怎么都这么看着我？是不是因为老汉我太帅了？哎，我也不想被人说是花瓶啊。你别装了，你想让圣女高看你，也不用这种自杀的方式。谁说我要自杀了？我舒服得很呢。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护那皎白月光。像一棵海草，随风飘飘，海草。没用的，你再怎么装也没用的。深入剑池有什么用？我可是捕捉到了剑意，马上就要凝聚剑核。对，捕捉不到剑意，你再靠近中央也没用。中央地带的剑意无比狂暴，你敢收入体内，必定爆体而亡。爆体而亡？很狂暴吗？还好吧。那可是剑池内最凌冽的一道剑气，无数师兄都伤在他手下呀！就这么被他吞了？这还是那个老年痴呆吗？都没用，他在应城根本凝聚不了剑核，但我已经凝聚成功。陈介，你抢我风头，看剑！不可能，他真把那道剑气凝练成剑核了！真以为我是花瓶啊？
光是靠近中央就有如此强大的淬体效果，那要是去了中央……我就知道圣女一定注意到我了。陈姐，你休想赢！老伯，你为什么要如此冒险？能有机会精修修为，更好的为圣女解毒，区区生死又算得了什么？那可是剑池最深处，若不是有屏障救了你，你一定会死的。你为什么要如此冒险？能有机会精修修为，更好的为圣女解毒，区区生死又算得了什么？老伯，你圣女，人固有。我知道了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今晚你来我房间。晚上就要跟圣女大战了，还是先跟在剑池淬炼一下，才能更好的发挥，给她解毒呀！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，他说我是谁呀？这么没素质，不知道人在里边净身呐！陈烨，就是陈进。你谁呀你？这位就是玉华峰凤鸣长老的高徒王内门，如今一身修为早已是筑基境5重巅峰。王内门，你是纳了陈烨闺女做小妾的那个？你说对了，我就是王内门的亲家。他娶了你闺女，你是他爹呀。嘿嘿嘿，叫过爹没有啊？哎呀，差点忘了，他是你爹，我就是你叔啊。没事，你别怕，以后咱俩各论各的，我管你叫师兄，你管我叫叔。陈进，你杀我小妾全家，如今还对本内门出言不逊，于情于理，我都留不得你。这可是内门，禁止弟子私斗，你杀我就不怕门规处置？哼，月黑风高杀人夜，我可是筑基境5重，在这偏僻的剑池杀你，谁能发现？5重和4重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，必须先下手为强。啊，圣女，5重和4重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，必须先下手为强。啊，圣女！我的命根子，亲家不是女婿，给爹报仇啊！谁他妈是你女婿？滚！你敢骗本内门，今日你必死无疑！啊，圣女还敢骗我？死！都说圣女来了，你们还不信，活该！圣女啊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不然我这把老骨头可就没办法侍奉圣女左右了。老伯，你有没有事？他们有没有伤到你？有事啊，我呀！哎呀，我这胳膊肘啊！哎呀，我这剥了盖呀！你胡
胡说八道！我都还没碰到你，你没碰到我都把我伤成这样了，你要是碰到我，我还有命吗？哎呀，我这胳膊肘啊！哎呀，我这菠菜呀！伤这么重，那待会儿我们不要解毒了。那可不行，轻伤不下感线，能为圣女解毒，我这点伤不算什么。老伯，我真是越来越欣赏你了。你们两个在内门谋杀同门，真是太嚣张了！我明日就会禀报执法楼，让他们好好算算，你们该当何罪？执法阁以如今的罪名被抓住，少说也要多层皮。圣女有话好说，千万不要报执法阁呀！我可以跟陈师弟赔礼道歉。陈师弟，陈叔叔，眼下我还远不是这便宜侄子的对手，就算上报执法阁也要不了他的命，更落不得好处，不如让他出血，好让我赶紧晋升。王师兄啊，不是你陈叔说你内门互相残杀那是重罪，你怎么就能让死娘娘子给蛊惑呢？咱们是同门，是一家人，应该互帮互助才是嘛。说的是。陈叔，你这是一家人互帮互助嘛？叔帮你免罪，师兄你呢也得帮叔修行，是不是？也别多给了，给个1万2万块，意思意思得了。多少？1万2万，意思意思。陈进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一家人的事儿怎么能叫抢呢？看来师兄是不把我当一家人了，圣女啊，那咱们就秉公执法，送他俩去执法阁吧。别，不就是零食吗？我给还不行吗？这里面有5000枚灵石，还有各种丹药法宝，差不多1万灵石。叔不是那计较的人啊，就作价1万灵石，咱们两清了。不行，里面还有我的本命法宝。什么本命不本命的？一会儿让圣女把你的气息给抹了，不就没事了？我这大侄儿真孝顺，还怕本命法宝反噬我。这次啊，就别上报了。好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什么意思不意思的？老伯大人大量，都放过你们了，还不快滚！老伯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老汉，我也没想到圣女会这么及时出现，不知道是不是关心我啊？我看你久久不来，担心有变，所以就来看看。放心吧，圣女，在圣女的毒完全解掉之前，老汉我是不会死的。老伯，你解毒的手段何时变得如此厉害了？为了给圣女解毒，老汉可是牺牲寿元，特意修行了合欢宗的功法。老伯，你真好。恭喜宿主元阳全部解除，寿元增加30日。一口气加了30天寿元，看来这合欢宗功法确实是女子采补的绝佳秘术。只是这爽归爽，一整就是1天，泰森也扛不住啊。老伯，内门凶险，我修为再高也不能时时护缠你左右。这法宝冥幻灭魂铃是我师姐练就的对敌法宝，可迷乱神识，惑人心智，你拿着可以防身。迷乱神识，惑人心智，那如果是我用？老伯，不可！神识损毁，神识加15，悟性加10。我靠，果然有用，还能提高悟性，3721、4728、7749，悟性果然提升了，好东西！果然是好宝物，不过是轻轻一响，我就……以后再不许以身涉险了。你若是有个好歹，你会什么？我会伤心。哎，你放心，有个爱我的人不容易，我怎能如此伤你的心？真的？那你选风修灵的时候一定要选青鸾峰。我去，老汉，我不会把这圣女给彻底拿下了吧？果然，就算是花瓶，也得是个强壮的花瓶才行。我会在剑池授课3天，这3天你都为我解毒，好不好？3天。老伯，
我感觉体内的毒素消减的越来越快了。圣女，我感觉我快要中毒了。看什么看？再乱看，小心我陈艳艳翻脸不认人！陈艳艳，你不是叫陈燕吗？加个字干嘛呀？哼，陈妍妍怎么了？叠字可爱不知道吗？一群糙汉！看什么看？这次削的是你小头，再这么乱看，下次就削你大头！你太欺负人了！这寿元虽然加了3个月，但是累也是真累呀。可算走了，可让老汉我休息几天吧。就是不知道这次来授课的又是哪位圣女。接下来3天，就由本圣女为你们讲解御剑之法。好熟悉的声音，朱雀圣女。是朱雀峰的圣女林鸾雀，号称内门3大美女之一，和叶青鱼是同一级别的美女啊。叶青鱼气质出尘，林鸾雀风情万种，两人各有千秋，真是苦恼啊！如果他俩一定要为我争风出簇的话，我该选谁呢？我看不见！你们听好，本圣女要开始授课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你们各自领会。若有不懂得，明日再来问本圣女。陈记，别以为你傍上了叶青鱼我就怕你，你能傍叶青鱼，我就能傍林鸾雀，看谁怕谁。圣女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陈艳艳，刚入内门不久。陈艳艳，何事？鸾雀妹妹，姐妹之间就该互帮互助。我有些剑道上的事没太引动，想多和你请教请教。咱们都是姐妹，你不会拒绝我吧？姐妹？你怎么了，姐妹？没事，有些不舒服，你让下。有什么事儿，明天再说。别走啊，姐妹，我可不是那些臭男人，你得帮我才是。滚啊，死人妖！就你也配让我加班？恶心！什么姐妹互助，都是骗人的！这位老伯，看你上课时多有不解，本圣女要给你补补课，如何呀？圣女啊，老汉我学得很好啊，并没有什么不解，多谢圣女好意，这次就算了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老伯，你还是要好好温习一下才是。本圣女可以为你加班。加班就不必了，我悟性还不错，自己领会就好了。10以内的乘数法我已经熟练掌握了。你看372147，加班。老伯，光自己领会怎么行呢？你只要跟我好好学习，我一定让你达到顶点，体验非一般的感觉。当然，你也不能光让我努力，你自己也得使劲儿。话不多说，快让本圣女见识见识你的长处吧。圣女，这是正经补课吗？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不是说好不加班吗？怎么又把这老伯带走了？这老伯什么来头啊？难道说最近宗门的审美变了，以老为美啊？怎么每个圣女都对他情有独钟啊？我们也想当花瓶啊！老郎君，这补课的感觉如何呀？话说清楚，到底是谁在给谁补课？为了补偿你，本圣女决定什么？把3天的课程延长到5天。
不是吧？没有耕坏的地，只有累死的牛啊！5天增长了1年的寿元，灵气也增长到突破界限，得了便宜又卖乖，脸皮真厚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虽然是很爽，但真的很累呀。内门弟子王辉虎已将你列入必杀名单，若不能早日突破筑基5重，必死无疑。对啊，还有2个仇人没解决，而且他早早入了内门，虽然夺了他的储物袋，但积累还是比我雄厚的多。还得从其他方面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我是青龙峰圣女铁锤，今日为你们传授的是炼气之道。炼气，这不是提升自己实力的好机会，必须得好好学。提升！你们来说说看，灵宝到底是一种什么存在？此陈毅让你傍上2个圣女，这次我绝不会再让你得逞。回避圣女，灵宝就是我们修士的伙伴，我的飞剑就和我的姐妹一样。主修炼气一道，肯定会对灵宝十分重视。咱家这一头马屁，保准铁锤圣女对咱刮目相看。放屁！灵宝就是灵宝，什么伙伴的姐妹的谬论，怎么可能？竟然将攻击性的法宝用在自己身上，此人不拘于物，定然对炼气有绝佳天赋。老伯，你告诉本圣女，灵宝到底是什么？老伯，你告诉本圣女，灵宝到底是什么？灵宝就是修士的工具，居家旅行、杀人放火都离不开灵宝。对了，灵宝就是工具，什么培育灵性，什么心有灵犀，都是扯淡。蒙对了。炼气就是要不拘于物，不泥于行，越出其不意，你的攻击方式就越让敌人想不到，你的胜算就越大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把剑。错，看起来是一把剑，其实它是一把菜刀。那你们再看，这又是什么？这不是宗门的镇宗至宝之一乾坤圈吗？用错，看起来是乾坤圈，其实它是一个呼啦圈。这位更是重量级，乃是夜明神珠，耗费7期48天炼制而成，只要有太阳照耀就会发亮。那要是没有太阳照呢？绝对不亮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痛啊！怎么感觉因果颠转系统应该放在这位铁锤圣女身上才更合适啊？我再问你们，如果要做到出其不意，你们会给这3把飞剑都起什么名字？我再问你们，如果要做到出其不意，你们会给这3把飞剑都起什么名字？我会叫它菜刀，只要我喊菜刀，别人肯定想不到是飞剑。飞剑！靠，超我创意，0分。我会叫它宝剑，我这么叫我的飞剑，敌人肯定意想不到。宝剑称受你一铐子，摇摇哒。没文化还玩烂梗，0分。老伯，我看你对灵宝的使用别出心裁，你说你会给他们取什么名字？回禀圣女，如果是我会给她取名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！这样我喊出来的时候，对手一定以为我在求饶，但实际上我是在用飞剑偷袭。好，这才是真的出其不意，别出心裁。那第2把呢？第2把就叫道友留步，第3把叫师兄且慢。这样一来，3把飞剑的组合千变万化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它是居家旅行、杀人放双这2宝啊。好，那你说，我要是养只灵兽，起名叫先别，怎么样？先别动手，别以为是先别动手，其实是让先别这条灵兽直接动手。好，圣女大才啊！你也一样。这条捆仙绳，你想叫它什么？我会叫它死鬼。这样打起来，对手还以为圣女在搞情绪，其实是要他的命。
我还有一件散发毒气的灵宝，那就取名为你偷看师尊洗澡被发现了。对手一听，一定先倒吸一口凉气。老伯，你好阴险啊，我好喜欢。圣女，你也很卑鄙呀。等我讲完课，你来我洞府，本圣女给你补课。圣女，是正经补课吗？还有不正经的补课？那倒没有。铁锤圣女，我也可以阴险，我也可以卑鄙呀！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怜惜我，用你的大课程狠狠的蹂躏我吧！这死鬼！哎呀，圣女还不熟呢，就跟人玩情趣，人家……那是灵宝的名字。你们都要跟这位老伯师兄多请教，对你们炼体之道有好处。是。好了，开始上课。这一面大旗可禁锢天地，为何不伪装成灵草模样，让人以为你要疗伤，引君入瓮？那不如改成丹药瓶模样，迷惑性岂不是更强？那还可以把名字取成今日有样，改日再战，对手乘胜追击，一定上当。好啊，你果然对本圣女的胃口。等你正式入门，我就闭关为你打造一件法医镜的法宝，如何？法医镜，有了此宝，对付王龙虎和陈岩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不过要等入门后，只怕时间上是来不及。检测到铁锤圣女体内灵气极为狂暴，可为宿主淬炼剑核。陈妍妍，咱们过来求圣女淬炼法宝，真的会有用吗？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圣女不出来，咱们就在外面跪一晚上，就不信她不敢动。陈静啊，陈静，你让老娘屡次出手，你就等我把法宝升级，取你的狗头吧。弟子陈妍妍请圣女出手，为弟子淬炼法宝。那淬炼出来的剑核是什么品阶？便宜你小子了！铁锤圣女是炼气圣体，淬炼后剑核即可达到法医境界。法医境界？那还要毛法宝啊？直接淬炼，让铁锤圣女尽情的摧残我吧！圣女啊，我还有件法宝想跟你探讨一下。什么法宝？我有一宝名唤青龙，长8寸，粗2寸，伸缩自如，时而柔弱无骨，时而坚玉筋挺。对敌时可喷出白色毒液，重者浑身酥软，不能自拔。哦，青龙还有此宝？那若是你持宝与我交战，我又该如何应对呢？其实应对之法就在圣女身上，圣女亦有一宝，名唤白虎。老伯，你这宝物未免也太吓人了。真是的，可是我不好了。陈妍妍，你还说有用？我们在这跪这么久了，圣女理都不理我们。圣女是不是压根没在啊？跟咱陈姐补课去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补课能补多久？圣女肯定早就回来了，这会儿只怕是在休息。你说圣女在休息？圣女终于炼气完毕了，还请圣女开恩，为弟子淬炼法宝。圣女，人家大早上吵什么吵？有没有公德心啊？陈静，你怎么会在圣女屋内还待了整整1夜？补课，我好学啊，不行吗？那昨晚的动静
是我跟圣女在探究炼气之道，不行吗？若是圣女自己炼气也就算了，你算什么？也配跟圣女独处一夜？老伯，你那法宝也太厉害，以后可不要轻易示人。老汉我虽强，圣女的法宝也不差，你我二人当真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呀！你们那是正经法宝吗？是正经炼气吗？满口污言秽语，无耻！无耻！何事在此喧哗？不知道内门之内要清修解狱吗？好机会，陈燕，你败坏门规，私通圣女，你这次完了！禀告长老，弟子要告发陈静和铁锤圣女私通。私通？陈岩，你可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千真万确呀，六长老！昨夜陈静在铁锤圣女屋内一夜未归，又搞出大动静，两人还满口污言秽语，竟是私通无疑呀，长老！还请长老严惩，严惩啊！陈俊啊，陈俊，你这次可……长老，为何对弟子动手啊？你个没卵蛋的东西，你懂什么？铁锤圣女乃是炼气圣体，体内灵气极为狂暴，但凡与其交合的男子都会爆体而亡。这什么？你拿别的事诬陷陈进也就算了，竟敢用宗门内人尽皆知的事，凭空要毁陈进和圣女的清白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长老明鉴，这陈燕乃是老汉的大姐，与老汉我自幼不睦，屡屡为难。换做平常也就算了，可是今日他为了一己私仇，竟敢编排圣女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柳长老，此人实在可恶，不如扭送宗门执法阁处置。执法阁倒有几回师兄最喜猎奇，送与他们也能结个善缘。有道理。有什么道理呀，六长老？没道理呀！弟子说的句句属实啊，六长老。有什么话跟师兄们解释吧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具体拳，我虽掌风，战死亦可松。不要错入中，走入阵风。男追和未退，少女红当冬。太极八卦连环掌，中华有神通。绝世武功，那枪挑一条线，身气好似云中雁，豪气冲云天。外练筋骨皮，想不到夜夜生辰，竟让我直接突破到了筑基五重，还凝练了法医级别的无上剑火。被圣女们轮番宠幸，好处居然如此之多。如今我的修为和灵宝已足以碾压王龙虎那厮。哼，在进入内门之前，还是要将这个祸患提前除掉，不然后患无穷。100、101、102、103，操！一口气就抢走我10010，我这苦哈哈做任务做了3天才得了103块零食。陈进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！等你入了内门，我定要联合内门诸多同门，将你围杀于秘境之中，让你把吃进去的东西全都给我吐出来！吐出来干嘛？你再吃回去？玩这么变态啊？陈进，我没去找你，你还敢来？是真觉得我不敢杀你？我王路虎可不是好惹的。我就在这站着，想杀我，你试试看呢？是你先挑衅的，杀你我也无罪，死啊！筑基境五重，你什么时候突破到筑基境五重的？就今天啊，怎么了？
2-3天前还是刚刚突破筑基4重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知道我会说什么？反派都一样的嘛，老套路了。但我告诉你，没用的！我已请师尊帮我重新凝练了本命飞剑，你是半步法医境界的灵宝，今日我必杀你！就这？什么？我的龙，我的至尊金龙啊！忘了告诉你，我这剑盒啊，已经是法医境界的灵宝了。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陈进，你不能杀我！内门之中不许私斗，你要杀我，一定会被人追查到的。连你尸体都找不到，怎么会追查到我头上呢？看到这个没？看见了。这灵宝啊，是铁锤圣女所赠。任何活物、死物被收入其中，都会变成一滩脓水，死无对证啊！这灵宝啊，还有个名字，要不要听？什么名字啊？消乐。好赛季，面对疾风吧！ Bonus time！ 你的生涯一片无悔，那是你逝去的青春。废话这么多。肃静！今日便是你们通过审核的筑基境4重弟子正式拜入内门的日子。老伯！老伯！你们可以各自选一座主峰修行。青鸾峰主修心法，朱雀峰主修剑法，玄武峰主修炼气，白虎峰主修炼丹。各位，开始选择吧。我选青鸾峰，朱雀峰圣女最美，我选朱雀峰。玄武峰圣女铁锤才别有一番风味吧，我选玄武峰。我白虎峰，我要练伟哥。青鱼啊，这些弟子有什么好看的？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今天看起来怪怪的啊？奇怪什么？看起来怪让人心动的呀，宝贝儿。你干什么？哎，干嘛呀？你不知道，我最近都要烦死了。师尊总说我目光短浅。怎么个目光短浅？说我眼里只能看见你呀，乖乖。你知不知道你很油腻啊，柳震？滚啊！栾雀，我都到了婚嫁的年纪，按照宗门律令，你我之间也该双修了。不必了，宗门已经给我准备了炉鼎，就不耽误你事儿了。哎，炉鼎用一次就榨干了，哪有我龙精虎猛能满足你的需求啊？你别在我这骚包啊！说不跟你双修就不跟你双修。咱俩可是青梅竹马，你不跟我出修，是不是有新欢了？你是不是也有别的狗了？它长什么样？怎么可能比得过我这样的孤傲大狼狗？本身即出来，我哪有个亲都给你！陈进，为何大家都选了主峰，就你没有选啊？老伯，老伯，你来青鸾峰，我给你最好的修行心法。心法有什么用？对阵杀敌还是要靠剑法。来朱雀峰，各种天阶剑法随你挑。老伯，你来了，就跟我同吃同住，我们一起修行。你要是想双修，我也可以随时。选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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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了，谁知道旋风还有圣女们都来啊？这怎么办？
他就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汉，你们抢他做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是吸引我注意的小把戏。你有病吧？别闹了，栾雀，快跟我回去！这么多人呢，我不要面子的。你有个屁的面子！你的面子我的鞋垫子。有病吧？给你当鞋垫子，又奖励我。你好恶心！我靠，还没进门，上来就得罪两面圣子，别玩我！这位同行，不是这位圣子师兄，老汉我没有跟你抢圣女的意思啊。哼，拿来吧你！我跟圣女不熟，不熟。你敢说跟我不熟？那，你跟他很熟吗？别出宿命题呀！无事把江缠皓腕，为君池上蛰芙蓉。老伯，我就知道你记得。老伯，你忘了，你答应我要来玄武峰一起练气的。666，还特么有第二关！你还有小四？谁是小四？我跟陈老伯可是在炼气一道上惺惺相惜，彻夜畅谈。我是不忍心耽误他在炼气一道上的天赋，所以老伯，来玄武峰吧。What？ 我一定让你达到顶点，体验飞一般的感觉。当然，你也不能光让我努力，你自己也得使劲儿。话不多说，快来玄武峰，让本圣女见识见识你的长处吧！你怎么扣我词儿啊？老伯，选朱雀峰啊！选玄武峰，选青鸾峰，选青鸾峰！别吵了，我决定选。王长老，我选白虎峰。白虎峰？谁在高声呼喊我白虎峰？小陈啊，小陈啊，小陈啊！师兄，师兄，你还活着？什么话？咒你陈师兄！喝了长老的药酒，本以为命不久矣，要为宗门捐躯了。可没想到那药酒居然暗藏神效，不仅没毒，还让我修为精进，一跃跨入内门呐！竟还有此事！我就说，本长老乃是宗门古往今来第一炼丹奇才，诚不欺我。快把当日的药酒再调配几千份，给全宗门都发下去！那也不必。为何这对宗门难道不是好事？这药酒因人而异，弟子是体质特殊，这才化险为夷。换做他人，只怕原来是这样，哎，还以为我是奇才来着。老伯，你为何要选择白虎峰？因为我喜欢白虎，不是因为我喜欢炼丹。你喜欢炼丹？不喜欢怎么办？我要是选你们3个中的一个，就得把另外2个都得罪死了。没错，老汉我爱美人，更爱修行，心无旁骛，直指大道。干什么干什么？长老，弟子对丹道的向往，您应该很清楚吧？是的吧，长老？对，确实是。当日给本长老以身试药，我就看得出你是真的心向丹道，心无旁骛啊！那就请长老快收下弟子入白虎峰，弟子还想给长老试药，帮助长老精讲修为来着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白虎峰弟子。这也太快了吧！3位圣女啊，可不是老汉我不去你们的山头，实在是我和王长老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。受罪，受罪呀！反正白虎峰位居中央，离青鸾峰也近，若是有机会，还是可以让老伯随时过来。反正只要没去那2个女人的地盘，去哪里都可以。是我的炉鼎，就别想跑掉。哼！
唉，可算是把这关过去了。白虎峰离其他3座主峰都近，那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嘿嘿，很简是吧？别以为你去了白虎峰，本圣祖就奈何不得你，敢跟我争青鱼，也不看看自己的成色。哼！内门凶险，陈老伯可要小心些，别哪天被人取了性命，都不知道债主是谁。哼，红颜祸水呀！陈进啊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刚进内门，可是惹了人呐！唉，都怪我这张脸，长这么帅干什么？长老，有没有毁容之类的丹药？长得太帅，有时候也是一种苦恼。他们2个是圣子，地位凌驾于普通弟子之上，想要为难你，那可是太简单了。筑基境，他们都是法医境。法医境？那我这样的修为，他们能打几个？180个吧。哎，长老，长老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要是死了，谁给你施药啊？谁给你当老白虎啊？你得救我呀，长老！哎呀，别急，你拿命支持我，长老我呢，肯定也支持你呀。看看，这个是什么？圣子令！不错，咱们白虎峰上一任圣子啊，因公殉职了，现在圣子之位空缺，我作为一峰之主，委任你做圣子，那他们不就不敢为难你了？那感情好啊！就是不知道上一任圣子是做了什么任务才殉职的。是药。我就是看中你识大体知大局，只要你把试药这个任务全接了，这圣子之位就是你的。赴汤蹈火啊，长老！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咱们白虎峰的圣子。一个100岁老汉，差点连筑基都筑不了的废物，竟然能同时被栾雀3人宠爱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你咽不下，我就咽得下。哼，好在他入得是白虎峰，若是入了青鸾峰，我在路上就得把他给阉了。入了白虎峰也不得不防，不行，必须得把他宰了。宗主也留不住他，我说的。好说，他就是个普通弟子，咱俩可是圣子，随便找个理由让执法堂把他抓了处置，不就好了？可他刚入内门，有什么理由抓他？他呀，把柄可多喽。带上来。弟子陈爷爷拜见2位圣子。我靠，哪来的死人妖？陈爷爷啊，我记得你跟陈建有仇是吧？确有此事。本圣子给你个机会，让你报仇，你愿不愿意呀？刚入内门，竟然成了圣子，这下给圣女们解毒，应该不算私通了吧？圣子有令，将与圣女私通的陈进押入执法阁，天后发落。你是说，你奉圣子的命令来抓我？不错，你和铁锤圣女私通的事儿，证据确凿，死罪难逃。柳圣子和田圣子下了令，一定要将你凌迟处死，以正门风。哦，你确定？老娘确定，一定以及肯定。正义只会迟到，不会缺席。你说你惹谁不好，非得惹圣子？
以圣子的身份地位，想杀你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哦，原来圣子这么厉害啊！那是，那我明白了，大姐，我这就跟你去执法阁，你可不要后悔哦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给我抓！大胆陈进，你可知罪？弟子不知，老汉我何罪之有啊？你私通圣女，败坏门风，这还不是罪？证据呢？总不能就凭你们一张嘴就要给老汉我定罪吧？要什么证据？圣子大人早就查清了，有证据也不用你看。那就是没有证据了。没证据就要给我定罪？两位圣子，好大的威风！你真说对了，我二人身为圣子，就是这么大的威风。身为圣子，对你们这些普通弟子，就是生杀予夺，一切随心。本来你一个年已过百的废物，我们懒得理你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去招惹青鱼、圣女和鸾雀。所以陈进啊，安心上路吧，下辈子招子放亮点，大哥的女人可不是你们能染指的。好啊，原来做了圣子就有这么大的威风，看来我也要去弄个圣子当当，也是想杀谁就杀谁。就凭你还敢口出狂言要当圣子？我看你是嫌自己死得慢了。两位圣子，弟子这就出手清理门户。什么东西？白虎峰圣子令？你没看错，老汉我如今可不是什么普通弟子，而是白虎峰的圣子。不可能！你凭什么当圣子？你给王长老了！去你大爷的！你以为我是这死人妖？本圣子是炼药天才，百毒不侵，当个圣子那不是理所应当，手拿把掐？不可能！你这绿牌是假的，绝对是假的！哎呦，假的，绝对是假的！你除了会说，这还会说什么？是真的是假的？自己看。这是真的圣子令，上面还刻了陈进的名字。两位师兄，光这么亮，可看清了？哎呀，陈老哥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啊！哈哈，误会都是误会。哎，对，都是误会。快请陈老哥。两位圣子，不是呀，他死人妖！上次陈老哥没要你命，你偷着乐吧，还敢诬陷陈老哥？真当我们这些圣子脾气好是吧？死人妖！老哥，你说这种胆大包天还敢污蔑圣子的狂徒，应当如何处置呢？毕竟还有点香火情，也别太过分嘛，凌迟处死就好了。来人呐，快拖出去，凌迟处死！3600刀，少一刀都不行。其实也不用3600刀了。陈老哥有何高见啊？之前我砍过一刀了，这次3599刀就可以了。还是老哥想的周到啊，就3599刀。快去！我冤枉啊，都是你们指使的！我要面见宗主，我要检举揭发！两位兄弟对老哥我的事如此上心，老哥很感动了，费心了。应该的，咱们都是圣子，是一家人嘛。是啊，一家人。不知道两位老弟对老哥我有什么交代的呀？交代啊，有的。3天后就是每10年一次的圣子大比了，老哥新晋圣子一定会受到众多关注，还是要多多精进下修为，免得受伤啊。圣子大比？我靠！王长老让我当圣子的时候可没说啊！妈的，一定是怕说了我就不当了。老狐狸！不行，得去找老王头多试试药。3天时间，法医境难搞啊！老小子真是好造化，竟然让他当上了圣子。圣子大比虽然能教训他，但是也下不了杀手，还得想个办法，在大比之前就把他弄死。办法有了。妈的，喝了50坛王长老的毒酒，也才刚刚摸到筑基6重的门槛，法医境得喝到什么时候啊？还是那么难喝，痛爹啊！快给点办法，
怎么能快点晋升到法医境啊？来了！宿主靠嗑药能提升的修为已达上限，想要快速提升，除非有大机缘。半个月提升6个境界，还要啥自行车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俩逼人口服心不服的，圣子大比一定给我搞事儿。我要是死了，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宿主去？快给我想办法！你若盛开，花香自来，实在不行，死了也行。你，陈老哥，陈老哥，是不是还在为如何提升修为苦恼啊？是柳兄弟啊，老哥我不苦恼啊，不就是圣子大比吗？没什么难度，不用担心啦。哎呀，老哥，我可是法医境，你行不行？能瞒得过我吗？你别急，我呀是看在咱们都跟青羽有缘分的份上，特意来送你一场机缘的。机缘？这小东西怎么可能那么好心？说说看。小弟知道有一处秘境，里面有无穷机缘，还有大能洞府，只要能得到一份传承，3天内晋升法医境，那不是轻轻松松？哦，不过有这样的好事，老弟自己走不去。实不相瞒，这秘境啊，只有筑基境才能进入其中，老弟我没机会了。也就是咱们同为圣子，一般人啊，我不告诉他。哦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这小东西因为青鸾圣女的事，对我敌意极大。这秘境里面一定有鬼，不过对别人是坏处，但对我可不一定。那就多谢老弟好意了。这么一看，这秘境我是非探不可了。必须的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接引老哥到秘境中去。哎呀，你放心，咱们同为圣子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我若是生了害你的心，宗门又岂能饶得了我？说的有理，老弟，哥就信你，信就对了。走，这就走。老哥，就是这儿了。秘境里面机缘多多，学成出来可不要忘了老哥我啊！一定一定。童子，我去里面死不了吧？死掉就死掉，下一个更好；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你认真点啊！真死了你哭都没地儿哭。计算中，计算完成，无致命危险，因果翻转系统可最大化发挥作用。好了，干！朕啊，那老哥可进去了啊！啊，快进！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！柳兄，这老小子真上当了。不过这稳妥吗？当然稳妥。秘境内自然是有机缘，不过以他的修为，进去就会被吸干。再者说，我们也是好心帮他提升修为，死在里头，只能怪自己实力不济，宗门也怨不到我们头上。还得是你高啊，柳兄。哼，他出不来了。老东西，敢对青羽有想法，你早该死！哼，哈哈哈哈！处于空间之眼，被灵气撕裂，灵气加55，体魄加70，神识加33。空间乱流，仅仅是刚刚进入其中，修为就在暴涨。真不知道那所谓的机缘又有多少好处。姐姐，又来一个不知死活的筑基修士。他们只知道这秘境只有筑基期可以进入，却不知道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姐妹吸了这么多筑基修士的修为，早已经到达法医境了。是啊，筑基修士进来，除了被我们姐妹采补致死，根本就没有其他路可走。那就让我们先磨掉她的精血，再把她一点一点的彻底吸干吧。姐姐可不要贪吃哦，采福的事要姐妹一起来才有趣呢。真是孱弱，才这么久就被磨空了。不对，被磨掉血气的修士都会留下一团精元供我们采补，怎么他什么都没有？人呢？去哪儿了？听说你们两个要采补我，还是两个一起？一言为定。
双喜临门。哈哈哈哈哈！妙啊，刘兄，看这动静，又是一具壮钟枯骨喽。就算是鸾雀圣女天生媚体，你俩双修也搞不出这动静吧？这不瞒你说啊，刘兄，还没双修过呢。等成了，一定请你喝喜酒啊！哎，都是兄弟，我和青玉洞房的时候，你也不能少随份子钱啊！一定一定！老婆，饶命！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我们姐妹愿意永远服侍老伯，还望老伯留我们一命啊！你们罪孽深重，老汉我这是替天行道，不要挣扎了。既然无力反抗，那就尽情享受吧。我还是很有潜力的嘛，果然帅的人神共愤啊！恭喜宿主成功采捕2名衣境女鬼，晋升法医境。所有的状态全都回到巅峰了。柳震、田野，你们以为是请君入瓮，殊不知是引狼入室。圣子大比们，给我等着！今日是10年一度的圣子大比，旨在让4峰的圣子圣女比试一番，取长补短，精修行为。取得优胜者，不仅能够有丰厚的奖励，还能面见宗主，被宗主亲自指点。圣子大比在即，陈杰这小子到底去哪儿了？就算是赢不了，好歹也得来露个面儿啊！老伯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晋升圣子，本来要给你庆贺，可是连着3天都不见人影。该不会是田野和柳真用了什么手段，老伯遇到了危险吧？王长老，你们玄武峰的新晋圣子呢？怎么还不出来？该不会是又给你试药因公殉职了吧？你急什么？陈静只是刚刚闭关，马上就出来。出来有什么用？不还是个筑基境？在场的圣子圣女，哪个不是法医境打底？筑基境也配当圣子？真是拉低我们圣子的档次！哎，别这么说。说不定陈老哥就是觉得自己修为太低，去什么秘境历练了。只是秘境凶险，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两说。看来2位兄弟是很不想看见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不对，你不是老伯，你的头发，你的脸……没错，我回来了。至于我的模样，还要托2位圣子兄弟的福，不光在秘境里没死，还因祸得福，突破到了法医境，恢复到了年轻时候的样貌。老伯，原来你年轻的时候这么有型。怎么样，爱上老伯我了吗？早就爱上了。啊！我就知道你们早就有一腿。有一腿又怎样？怎么，还真以为我是那个区区的筑基境武虫，任由你们拿捏？副宗主大人，弟子身为圣子，跟圣女们自由恋爱，应该也是情理之中吧？自然是应该的。等等，你说圣女们？实不相瞒，之所以柳兄弟和田兄弟都对弟子如此大的敌意，就是因为弟子机缘巧合之下和几位圣女都交往颇浅。好，想不到你竟也是个不守妇道的。我们两情相悦，男欢女爱，守什么妇道？又给谁守妇道？给你算什么东西？青羽，
你跟谁好我不管，可他分明承认了，他跟其他的圣女也都有觊觎啊！我不在意，老伯当日为我解毒，可是牺牲了自己的寿元，就凭这一点，我就愿意和他好。若不是老伯无私奉献，只怕我的天生媚体到现在也无法寸进。老伯是好人，我也愿意。我们炼气一道讲究的就是个气大活好，我愿意和老伯玩，跟你们没关系吧？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好，好，想不到我玄武峰沉寂多年，竟出了你这么个妙人，真是扬眉吐气，好啊！哈哈哈哈还是要多谢长老栽培，弟子定当努力耕耘，开枝散叶，争取让玄武峰多子多福，人满为患。好事，大好事！你还真是命大，那乱空秘境都杀不了你。好，今天就借圣子大比这个机会，你我做个了断。这就是圣子之威吗？法医境当真恐怖如此。虽说陈建也晋升法医境了，但柳镇可是老牌圣子，用寒怒出手，这下陈建危险了。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我就知道你小子会那么好心把我送去秘境，让我提升实力。可想不到吧，那2头女鬼早就是我的胯下之臣。给我死！慢点，慢点，别摔着。我死！没吃饭吗？再用力点啊！师兄且慢！你做什么？哇！你不是说且慢？你不讲武德？谁让你慢了？我这把飞剑叫师兄且慢。铁锤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想到了好笑的事。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飞剑的名字起名叫师兄且慢，这谁反应得过来啊？等等，这个套路上课的时候好像见过，他应该还有一柄飞剑，叫道友住手！我靠！你是吃一堑长一堑啊！啊！我另一把飞剑叫道友住手！你还笑？对不起啊，柳师兄，我受过很严格的训练，一般不笑，除非忍不住。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我要把你挫骨扬灰！小心身后！再一再二不再三，你真以为你的把戏还有用？怎么可能？唉，都好心提醒你了，让你小心身后，你怎么就不信我呢？唉，造孽啊！你无耻！柳志就这么死了？活学晃幼，天才啊！承让，承让。死都死了，眼还瞪这么大，吓到小孩子就不好了。这一局我赢了，下一局该谁了？站着擂台挡路，看着就碍眼，赶紧一边待着去。陈进，你搞这些手段根本上不得台面。栾雀，今日我就要告诉你，谁才是堂堂正正的真男儿。你刚才的手段我都已经看得一清二楚，你想再暗算我，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这是我为这次圣子大比专门花重金准备的符咒套装，本来是要拿来对付柳镇的，但现在你就是我最大的对手。死在我的精心准备下，也是你的荣幸。你这些符咒都是干啥的？好，那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。这里面有专门消散灵气的散气符，有专门磨损血气的害血符，有降低速度的泥脚符，有降低神识的损神符，等等等等等。你的意思是说，
你这些符全都是给我上 buff 的，是不是？什么低什么 buff 的？我这些符就是要搞死你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来吧，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怜惜我，用你的符咒攻击我最薄弱的地方吧。老伯，你不要拖大，这些符咒都很厉害，你不小心防备，一定会出事的。是啊，一定不能不把对面当对手啊，凡事小心为上。哎呀，田老弟呀，你看看栾雀多关心我呀，真不知道你这青梅竹马是怎么当的，怎么被我截胡了呢？造孽呀！老邓，你欺人太甚，你死行不行啊？死也行，反正栾雀给我带笑，不给你带。老邓，我杀了你！三七符害血符泥沼符损身符，三七符害血符泥沼符损身符符，三七符害血符泥沼符损身符，给我关门！没了，没了，就这啊！对了，田老弟，问你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见过光吗？光？检测到大量负面符咒，因果翻转系统已启动。他身上的气息怎么不降反涨啊？好像他的修为一直在进境啊！刚才还是刚入法医境，现在是2重、3重、4重、5重。我的生涯一片无悔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不知道还有哪位愿意上台挑战啊？我们还挑战什么？不挑战，是老伯你赢了。对，老伯你最棒了，我们是冠军。我宣布，本次圣子大比的胜出者就是玄武峰的圣子陈进。你就是陈建。宗主，弟子陈进，拜见宗主大人。行礼就不必了，本宫有件事要问你。弟子当知无不言。我听说你有件灵宝，名唤青龙。